原本7月进前，市府各局处拢会联合办理记者会，扩大宣导青春专案。不过今年因为也伫3级警戒，真侪活动拢在线顶，加上警方需要支援庞大的防疫工作，以及7月12号以后可能放宽警戒，到时各地将出现人潮等因素，所以如何避免青少年进入可能出入的场所产生组织。市警局上午伫市政会议嘛说明宣导的重点。这个非群聚式的活动啊，那我们采取延续去年由教育局成立我们市府青春专案的网络平台，将我们市府各局处所有的宣导活动上架，那让青少年朋友跟他的家长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找到他有兴趣的活动来参与的相关资讯。那并且利用媒体来加强宣导，所以今天我们提报之后，我们就会在媒体上面去利用媒体来报道我们今年市政府青春专案的一个重视以及相关的活动主轴。以上。只有强调暑假期间以青春专案来保护关心青少年的关心，在疫情期间同款的持续执行，嘛将透过网络来加强宣导，包括举办为4个放假、海报设计以及线顶电动游戏等比赛，欢迎有兴趣的青少年踊跃报名参加。电视新闻顾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